后来继续来看台北市一间公托的幼稚园，讲有老师疑似甲幼囡仔安尼施加暴力。立委召开着记者会，阁有家长出面来控诉，讲看到老师大力甲囡仔安尼硬拖、硬扭，阁大声甲囡仔喊、甲囡仔骂。这个幼囡仔因为心理产生着惊狂，煞唔敢去学校。家长是求助无门，唔知要安怎才好，只好找议员来投诉，这个代志才来现光。我没做错，你把鞋子穿好，你给我不穿了。然后呢，就用手把它拽过来，然后呢，就蹲下去，很用力的扯他的脚，然后跟鞋子。囡仔手骨有2个伤，看起来真清楚。北市一间公托幼稚园传出老师对囡仔使用暴力，家长也是自囡仔模仿老师的行为，才让代志现光。因为我的孩子回来有模仿老师怎么对待其他的小孩，就是很用力的丢甩出去，然后叫小孩不要挡路。在开学没过多久，他有出现抗拒上学。9月底、10月中出现尿失禁，不经意的尿湿裤子，甚至对大人说出“你不要发呆”或是动手打我。去学校读册变做囡仔心内痛。家长和校方讨论，校方却讲家长想多，甚至直接讲老师有800款，以后囡仔嘛拄到各种老师，总是要予伊适应。目前这个都是进入到侦查中了，我没有办法跟大家回应的太多，但是我只能跟大家回应，就是说团队是认真的。校方讲已经在调查，无加做回应，调查过程阁受到阻挡，阁是透过议员申请才成立调查小组。整个过程并不以孩子为出发点，我们整个调查机制仿佛是为了官方的需求而调查的。我们更希望在事情发生之后，也能够有相关的法源来保障他们的权利，让他们不要再次受到2次的伤害。目前案件要来等北市社会局裁处。立委讲重点是建立机制，卖予同款的代志搁发生。